呀，怎么记住的嘞？但如果阿家摆那个，我呀，但婆们更新吃上那个，第一单恐怕有那来你不来陪小啊困难做，但来你不是我要中间写的是那但那忙不来碰着牛也别的，那地能行个别的，反正是我的，别没事个别的，那动作一拿上去呀个。那动作那别没事，我别研究那记不了记这个面都工作，如果第一单恐怕那长嘛陪小啊，啷个那跌不多，但得把人呢，但害怕什么别害怕动作呢，拖不定这面都移动他是这些困难做，啥子跌了记不起，都个记中生意的，但跌了别的没定做跌了，感觉是我的没力练吧。啥子养大不定这些别那进了去定这些没力练的动作了，少都别没事的什么都工作，但也难做怕去，先必须个啊，记中个那种做，别没事记不了下，但因为你什么去这边的，等到了别的老年专门都工作记不啦嘛，记不这块儿面都难做，你怕去先必须他去，哎，我难做个米切上，我定这些，别是到没那地呢，别没事个记不这些困难做。可能做，这个做个球中不这个，来一年边是，送个儿子可能做，热嘛的，记不？今年让人运动吃上第一不咯，安尼也不去拍些可能做，安尼吃上了问节目都不吃上，可能就不都这个，是安可能做个没那么去夹，安得这记得没那么夹这个我们如果也是个可能做，他钱呐。骑着马，我奔向走天涯，却发现这里就是我的家。草原上绽放着七彩花，悠悠传来清香如泥巴。像个你啦，美丽的像个你啦，像个你啦，美丽的像个你啦。传说摆渡木在这里安了家，养育了我的妈妈。从那时，人们再也没有离开她。骑着马，我奔向走天涯，却发现这里就是我的家。